莫丑，一张张五彩脸谱都有自己的故事。而这满屋子的脸谱，全出自彭飞玉一家4口的创作。其实这个都是意外，就是在10年前，10年前因为家里的一个变动，我们必须要回来继承农业，孩子又刚好在小学，我突然就觉得说啊，我应该为他们做一点什么。没想过为子女量身打造的小班教学会越玩越大，从此埋头画脸谱。SARS 期间，夫妻俩和2个孩子比赛，竟累积出1000多件作品，甚至成立了脸谱文化馆。其实每个画的我们都有签名，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在那段期间谁画了几个。一步一转弯，危机变转机。老家经营的传统木雕事业，在彭飞玉手中跨出新的一步。转型观光，让来访的游客尽情挥洒，脸谱故事还能瞬间化解代沟。那每个小男孩他都懂3国字，所以你讲曹操啊、关羽、张飞，他熟得不得了。刻这个他好开心哦。即使没有美术天分，在这里都能独自完成脸谱彩绘。彭飞玉的笑容里满是成就感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客家话怎么说？你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爱东甲伊，哪个头路？爱东甲伊，爱个条路；爱东甲伊，爱个条路。